血里面，领受丰盛奇妙恩典，更新我生命，在你爱的宝血里面。我们除了祝福我们自己的生命之外，我们一起来开口为我们这个属灵大家庭富强教会祷告，让我们教会能够成一个神恩典出口，让我们的教会成一个宣教的教会，让我们教会成一个敬拜赞美荣耀充满的教会，也让我们教会成一个彼此相爱有主爱彰显的教会。我们一起开口同心来祷告。主，我们赞美你，在每次的聚会当中，在我们敬拜当中，主耶稣，你的恩典就充满在我们的家庭当中。主，我们要谢谢你，主，我们的富强教会蒙你的恩典，蒙你的祝福。主，让我们的教会这么成是一个宣教的教会。在我们在年底当中，我们许多幸福小组，我们的许多的茶会，我们有许多的一个名人讲座，所以透过这些信息，主你的宝血进入在这些被死的生命当中，所以我们的教会成一个敬拜赞美的教会，我们要同心来敬拜赞美，我们谢谢你的赞美，所以我们谢谢你要赞美你，我们的教会要成一个宣教的教会，特别在这个年底当中，我们的幸福小组、名人讲座，我们还有许多的福音茶会。所以说，让这些恩典祝福就永流到这些被死的生命当中。所以说，我们要靠着你的能力释放你的恩典在这里面。所以我们的教会要成为敬拜赞美的教会，让我们每个敬拜的当中，你荣耀就充满在我们教会当中。当你荣耀充满的时候，我们的疾病、我们的恩典、我们的忧伤、我们的困难就得到你的帮助跟激进。所以说，我们要成为一个相爱的教会，让我们在小组当中彼此兄弟姐妹的爱。所以我们谢谢你的主爱就彰显在里面。我们再一次将我们的教会献上我们感谢跟祝福，祷告奉耶稣的名求，阿们。让我们起立，再来唱这首诗歌，预备了我们心领接主耶稣的祝福跟恩典。耶稣，求你进入我的心，用你大能的宝血遮盖我，开启我心灵，得着我生命，在你宝血里我就得洁净。耶稣，求你进入我的心，用你大能的宝血释放我，进入你同在，领受你大爱，在你宝血里我献上敬拜。耶稣，求主耶稣，你的恩典进到我们每个弟兄姐妹当中。用你大能的宝血遮盖我，开启我心灵，得着我生命，在你宝血里我就得洁净。耶稣，求你进入我的心。在你至圣宝座前，我们要献上满满的敬拜，哈利路亚！领我到你宝血里面，所有罪恶病的赦免，更新我生命，在你爱的宝血里面。领我到你宝血里面，领受丰盛奇妙恩典，更新我生命。我们一起开口同心，为我们今天的聚会来祷告，让神的恩典、神的话语就进到每个弟兄姐妹身上，让我们的座位就充满了主的爱，充满了主的医治，让
让我们特别的为我们的曾牧师、魏平传牧师来祷告，主耶稣恩膏他、圣洁他，透过他的话语来帮助我们，来祝福他成为年轻人的那个祝福。我们一起开口同心祷告。所以说，我们谢谢赞美，将我们的聚会仰望在手。所以我们谢谢要赞美你。哈利路亚！我们将今天的聚会仰望在手中，愿用今天成为一个荣耀的聚会，成为一个医治的聚会，成为一个安慰的聚会，成为领受的聚会。所以说，你的圣灵荣耀充满在我们当中，让我们将六群牧师仰望在你当中。所以我们谢谢要赞美你，求你恩膏他，恩膏他的口，让我们成为领受你的恩典，就让我们放心交托在神的当中，求你祝福他的生命成为你的主。我们要感谢赞美，还有我们感谢赞美，所以我们谢谢你，求你保全持续到我们的感动。到你宝血里面，所有罪恶必得赦免，更新我生命，在你爱的宝血里面。领我到你宝血里面，领受丰盛奇妙恩典，更新我生命，在你爱
我依靠的力量，你是我心中的宝藏，你是我的一切。你好比贵重的珍宝，我怎能放弃你不要？你是我的一切。哈利路亚！荣
主耶稣，你的荣耀充满在我们上天，哈利路亚！神的神，我们尊崇你，圣洁荣耀，尊贵能力都归于你。主耶稣，我们要谢谢，要赞美你，你的恩典充满在我们当中。主耶稣，你帮助我们，让我们的人领受你的恩典，领受你的祝福。主，你荣耀充满在我们的圣殿当中。主耶稣，你是全能的神，你荣耀赞美充满在我们当中。最后说，我们要谢谢你，要赞美你，哈利路亚。哈利路亚！全能的神，我们真的用我们的心高唱哈利路亚，将我们一切的颂赞、荣耀都归给你，因为你是配得一切的尊荣，配得一切我们所有的赞美。主啊，谢谢你，让我们在今早，我们再一次来到你的圣殿当中，再一次经历到你的荣耀，经历到你的恩典。求主你的荣耀就此时降临在我们的圣殿当中，也降临在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当中，让我们再一次看见你的荣光彰显在我们的生命里，让我们再一次领受你新的祝福、新的恩膏，以及新而又多丰盛属天的恩典。求主你祝福我们今天早上的聚会，也将我们的生命、将我们的全能摆上，用我们的心来回应你，用我们的心来赞美你。这时候我们要一起用主教导我们的祷告文一起来祷告。我们在天上的父，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，愿你的国降临，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，如同行在天上。我们日用的饮食，今日赐给我们，免我们的债，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，不叫我们遇见试探，救我们脱离凶恶。因为国度、权柄、荣耀，全是你的，直到永远。阿们。各位弟兄姐妹，请坐。